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4月7號星期一啦，咁相信喺香港嘅朋友都會感受到呢個黑色星期一嘅威力啦。講緊呢係恒指大跌咗3000點，係跌幅咧係超過1成3。講緊呢係以點數計咧，係香港歷嚟有紀錄最大跌幅，而以呢個跌幅計咧，亦都係08年金融海嘯以嚟咧最大㗎。咁而成交咧更加係達到6200億，倍增咗1.1倍，亦都係創出紀錄，比舊年港股大時代咧，亦都係進一步增加。咁好明顯啦，係反映呢個港股嘅沽壓咧係進一步增加，因為以嗰個跌幅計咧，港股係完全係跑輸全世界，講緊咧係全球主要市場之中咧跌幅最大㗎。咁而過去嗰2個月，因為 DeepSeek 而係威係勢嘅恒指科技指數咧，更加係大跌咗近18%。無論以點數計同跌幅咧，都係歷嚟最大單日跌幅。咁呢個咧都係顯然反映咧，係港股咧其實喺主要市場入邊咧有一個所謂即係提款機嗰個作用。咁因為喺港股嚟講咧，嗰個流動性係最大啦。咁而喺當資金面對住全球股市沽壓嘅時候咧，其實咁多年我見到個記錄都係咧，當外圍嘅股市全面下挫嘅時候咧，港股嘅跌幅咧往往都係大於其他市場。原因正正就係呢個提款機嘅作用咧，資金要撤離咧，港股好多時咧都會係第一時間被沽壓㗎。咁呢個咧更加上係因為港股過去一段時間累積咗龐大嘅升幅啦，講緊由舊年嘅18000點升到今年早一個禮拜啦，去到近25000、24000嘅水平。咁當然就係資金要沽壓咧，亦都係首選港股啦。以點數計，今日單日跌咗3000點咧，正正係2024年咧港股進帳嘅升幅，講緊都係3000點，咁幾乎一日咧就打回原形，跌穿咗20000點個水平。咁呢個咧都好明顯反映咧，呢個港股嘅沽壓咧未來都會係相當沉重嘅。咁今日想講咧，其實就唔係單單股市嘅，因為股市其實都冇乜好講嘅，都講咗好多段時間，其實累積咁大嘅升幅咧，投資者都係要小心，即係自己嘅倉位嘅，因為回調咧顯然都係必然會發生嘅。咁而比較重要咧就係盡量減少槓桿啦。呢個我同 Simon 李世文喺上星期嘅財經自由講2.0咧，都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噶啦。咁但係今日想講咧，其實就係特區政府嗰個回應。咁呢個咧其實都幾大一個對比嘅，因為講緊咧，我哋見譬如係喺星期日嘅週末。講緊嘅新加坡新任嘅總理黃循財喺自己嘅政府嘅一個網頁嘅片段咧，都講到咧，其實以新加坡咁細小嘅經濟體系咧，嗰個震盪咧，往往都係非常之大嘅。咁亦都建議咧，即係市民咧係要即係防範咧，係重演1930年代美國胡佛總統引發因為關稅而引發一個世界經濟大蕭條，甚至係埋下二次大戰第二次大戰嘅一個伏筆。咁黃循財咧都有用呢啲歷史咧係講明咧，細小經濟體系咧其實嗰個衝擊咧係會非常之巨大。咁但係相反啦，我哋見我哋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周日嘅網誌咧，雖然都有警告話香港作為細小經濟體，衝擊係無可避免嘅。咁但係佢另一方面亦都邀功啦，話但係呢個亦都凸顯咗咧，過去呢幾年特區政府開拓東盟、中東市場嗰個正確性啦。咁我哋盡量減低對美國關稅嗰個影響。咁但係好明顯，其實佢呢啲咁嘅邀功嘅講法咧，其實係無助減低咧星期一無論係投資者以至係港商咧面對美國呢個所謂核彈級別嘅一個所謂世紀關稅咧，引發嘅一個負面效應咧，係完全無補於事嘅。而更加可笑嘅咧，就係陳茂波用一個所謂香港係歷嚟都係自由港嘅角色啦，係容許資金進出，亦都冇設立關稅，以咁樣咧就係暗示咗咧香港係唔會執行啦
國家對美國嘅一個所謂關稅嘅反制措施，講緊中國咧係向美國嘅主要入口產品咧係徵收34%嘅關稅。咁但係陳茂波嘅講法咧，就顯然係香港唔會做呢個所謂關稅嘅一個報復行為啦。咁呢個講法咧，其實就都我覺得荒謬嘅地方係咩咧？其實大家對比下早2-3個星期，當文匯大公喺度批評李嘉誠賣港口出售巴拿馬港口在內嘅40幾個碼頭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不斷用一啲所謂國家利益嘅講法咧，其實係凌駕咗即係所謂在商言商、商業利益，甚至乎有唔少嘅文章批評國家強盛，商界就興盛；國家受困，企業就受困。甚至乎好似前特首梁振英就話可能香港俾外國管治得太耐啦，咁有啲商人唔信。冇商人無祖國，以為一切都係在商言商。咁但係調翻轉問，其實以香港嗰個回應，唔執行國家嘅一個報復性關稅措施，咁係咪又係一個在商言商呢？你所謂用一個即係資金自由港，香港冇關稅，係咪就已經可以凌駕咗國家嘅利益？所謂國家民族嘅大義咧，你咁樣其實係咪出賣緊國家嘅利益咧？呢個講法咧，其實係都幾大嘅一個強力回力標嚟㗎。我形容，當你無論係半官方一啲官媒嘅喉舌，以同呢咁嘅理由去批評李嘉誠出賣港口，而調翻轉，當香港係決定唔執行國家嘅一啲報復性關稅嘅時候，你點樣去自圓其說呢？國家執行報復性關稅，正正係大國博弈之間咧，國家同國家之間一啲所謂民族大義、國家利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署。而你香港作為國家嘅一部分，雖然你自己不斷話一國兩制，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國家利益係咪應該要凌駕呢啲所謂商業利益咧？咁呢啲看似係你講嘅冇關稅、資金自由港，呢啲係普遍嘅商業行為，但係喺大國博弈入邊咧，其實呢啲咪就係一個重要嘅棋子咯。你而家就係用啲陳茂波嘅講法，係用呢啲所謂自由港，香港歷嚟都冇關稅咧，嘗試係即係咁樣去解讀話香港唔執行國家嘅報復性關稅，而另一方面你其他官媒甚至係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就不斷阻撓李嘉誠賣港口，咁到底係咪又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咧？呢度都唔可以唔讚咧，李嘉誠賣港口嗰個時機啊！咁你講緊2月底嘅時候。特朗普啱啱上台，仍然係只係初步執行佢一啲關稅嘅措施，咁但係市場仍然未感受到當中嗰個巨大震盪，咁但係事隔可能只係2個月時間咧，特朗普已經係即係用一個所謂狂人式嘅關稅，咁當然背後好多人唔同嘅解讀就話特朗普喺度做緊一啲布下大棋啦，咁就係大國博弈啦，同180個國家開戰，其實背後都係希望可以同呢啲國家就逐個去商討，去傾呢個關稅嘅措施。咁其實都係一個談判嘅手段。咁但係呢個講法咧，好明顯都係誤判形勢㗎啦。因為你一個咁樣嘅關稅措施一棒打落嚟咧，係唔單止係打死咗全球嘅經濟，特別係東南亞。甚至乎美國本身亦都係因為咁咧，而可能會加快進入一個所謂經濟衰退，甚至係蕭條嗰個局面。咁呢個咧，好明顯其實係一個誤判形勢嘅狀況。咁至於香港咧，其實大家留意喺新嘅關稅措施之下咧，之前美國對中國嘅一啲報復性關稅咧，香港係唔受影響嘅。咁但係喺新嘅關稅之下，講緊係20% 嘅一個芬太尼關稅，再加埋今次34% 嘅所謂對等關稅咧，其實香港出口貨品到美國咧已經係要徵收54% 關稅，加埋下個月我都不斷強調㗎啦，就係美國會豁免咗冇咗呢個所謂小額商品入口美國$800嘅一個小額包裹嘅豁免，呢個對香港嘅轉口貿易咧會係沉重嘅打擊嚟㗎。呢個其實係非同小可，咁但係似乎咧，無論係商界以至係政府咧，亦都係暫時冇進一步嘅回應。
咁加上咧，今次特朗普嘅措施咧，其實都好針對呢啲所謂東南亞國家。而過去呢幾年咧，港商誤以為將呢啲咁嘅投資搬去越南、搬去柬埔寨、搬去東盟就可以避過美國嘅徵收嘅關稅咧，好明顯就係事與願違。而家美國對呢啲國家徵收嘅關稅力度咧，甚至乎有部分甚至大過中國。其實正正就係堵塞咧呢啲所謂港商或者係中國嘅廠商嘗試外移，將一啲廠嘅生產流程咧係打包到外地，嘗試避過關稅。咁但係正正咧，今次特朗普嘅措施咧，就係要針對咧呢一啲所謂打包嘅行為。咁呢個對港商，我見到好多報道都有提到咧，其實對佢都好多港商嚟講咧，都係沉重嘅打擊，因為呢段時間好多以為將個廠房咧設喺越南、設喺東南亞就可以避過關稅，咁但係好明顯今次咧可能真係計錯數，嗰個損失咧可能係非同小可。咁嚟緊成個經濟、全球經濟進入衰退嘅情況咧，都好難避免。咁我留意到咧，有啲評論，有啲報道話啊，香港可以咁樣咪從中得益咯，因為我哋既唔向美國徵收關稅，亦都中國係唔需要我哋香港嘅產品咧係向美國報復呢啲關稅，咁香港咪可以重新恢復呢個購物天堂嘅美譽，甚至話可能喺香港買一部 iPhone 會比喺美國仲要平，咁吸引全球嘅消費者嚟香港購物咁。咁我諗呢啲諗法都係太天真太傻啦！你美國作為今次完全要堵塞成個全球關稅漏洞嘅一個舉措咧，係咪咁容易容許自己嘅企業喺香港銷售嘅產品就可以比美國平咁多咧？蘋果公司大家唔好唔記得，佢都係一間美國公司，佢喺香港要定價時候，係咪只係單純從關稅嘅角度去做一個定價咧？顯然係唔係嘅。咁好明顯喺地緣政治嗰個壓力之下咧，呢啲公司定價產品嘅時候咧，都必然要考慮政府嗰個背後嗰個意願，係咪可以定價咁平，令到一啲美國嘅消費向外移，甚至話咁樣而得益香港，令到香港重新恢復所謂購物天堂咧？我諗啲想法咧都係太過一廂情願，太過自欺欺人，而最終咧好大機會咧其實係唔會發生嘅。呢個無論係作為投資者、作為市民、作為一個打工仔咧，都必然要注意嘅。咁我最後都係奉勸咧，喺股票有好多人都會問係咪應該撈底啊？無論美股、港股，咁其實冇人有水晶球，亦都好難知道到底幾時會見底啦。而特朗普嗰個措施亦都因為變化得太快咧，係好難掌握。咁唯一可以做嘅咧，其實就係減低自己槓桿，即使喺大市顯著波動嘅時候，唔好因為咁而俾一啲銀行、證券行追收孖展，令到自己成個倉位咧可能係全軍覆沒。咁就係相當之唔理想啦。好啦，今日時間講到呢度，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嘅內容啦。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咧，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聽日再會。